根据民国111年10月28宪法法庭的判决，除了法定的原住民，其他台湾南岛语系的民族，只要文化特征到现在还阁存在并且延续，成员阁维持族群的认同，只要提出相关的文化传统证明，嘛会用申请取得原住民的身份。同时要求行政机关要伫咧3年内完成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法，推出议员用的大力，希望市府会用咧趁到市定原住民的正名时，同时并行着法定原住民的权益。询问市府是不是做好准备？如果今天台南市能够把因为这次这个证明的机会，也能够纳入是所谓的原住民族行政区，甚至可以认定部落，我相信在来自于中央原民会的预算来讲的话，这是依法的一定会提高啊。这我同意啊，这您的讲法跟我们的原先在所谓您特别讲的宣传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跟以前比，你是说跟其他的地方比？对对对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我们会再努力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从来不会说跟你单纯讲说其他县市有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什么？我们都一样从数字、从系统去讲。议员表示，以目前全国有将近60万名的原住民，依照户籍资料，住伫的原住民行政区大约占49.8%，离都会区有50.2%。虽然原住民行政区核定是中央行政院，不过地方区公所也是有职权依照辖区内原住民的请求，进行部落的访查甲统计，因为是毋是原住民行政区影响到中央预算的补助，因此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加紧脚步。台南新闻林根、张硕维采访报道。